美国全球金融杂志顶一日公布今年全球上好嘅国家，前3名是爱尔兰、卢森堡甲新加坡，然后咱台湾是排第14名，超过中国、日本也有韩国。不过有专家就讲，这甲咱台湾物价较低，才会较后尾有关系。 2023年7月结束啊，进前全球金融杂志公布今年全世界上过好嘅国家排名，第1名是爱尔兰，再来是卢森堡甲新加坡。台湾虽然土地税人真多，不过也排名第14名。可以很容易理解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台湾的物价相对比较低嘛。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来算出来的这个排名，我想台湾排在全世界第14名，其实算是一个合理的位置哈，其实不会太让人惊讶哈。 专家讲，这样评比主要是比较各地不同的实质购买力。台湾因为物价水准较低，也造成实质购买力表现袂歹。实际上来访问台湾甲外国旅客，大部分感觉到台湾物价较俗，以上款10块美金来算，伫台湾会买到较侪物件。 Most of the time, it's been a bit cheaper. Absolutely. Like we both come from New Zealand. Prices are a lot higher there, so it's way easier for us to buy like clothing and food here. Taiwan is more than Korea cheaper. 日本跟台湾也许真的严格算起来是价格没有差很多，可是他们薪资实质薪资是比我们高的。 以今年7月公布的全球大麦克指数来看，伫瑞士想要买一个大麦克汉堡，换算美金大约是7块7角3，全球上贵。美国是爱5块5角8，中国是3块半美金，台湾只买2块3角9美金。不过有专家指出，若是无看这个购买力变价，该看名目 GDP， 台湾是输日本甲韩国。不要忘了，日韩的物价比我们高很多好，所以说当然是用名目值的话，会有这样子一个现象。 这个讲我们台湾低薪其实就是用名目来看。专家指出，台湾物价所以比欧美的国家较俗，是因为有政府的水电补贴，加上这税扣无重。不过伫 GDP 的部分，依然有进步所在，爱继续来打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